这个崩山湖溢流的事故发生了后，大量的物资引入到光复乡。讲即摆这个仓库已经甜。花莲县政府日前来表示要暂停矿务，传出中央嘛要停收物资。但是有民众去领物资的时阵，到现场才发现卫生纸欠货。物资站的志工讲，虽然这个衫裤甲食物是归仓库，但是像卫生纸、甲洗碗巾等等的用品，也是无啥够。 全台湾民众捐的爱心物资，拢顶伫咧花莲糖厂的物资站。真侪二手的衫裤蹲放伫咧壁边，目前寒天的衫嘛拢无人要领，安亲像互下手套，因为志工大部分未炸断去，所以量也阁真侪。食物含啉的水嘛侪甲无地放，干来当暂时放伫咧护官，嘛用风水布罩咧，较袂拄着热雨天和物件甲海气。他说缺货了，对，那没关系啦。 但是还有哪一些，就是说怕不过而已。了解，就是还是有拿到一些这样。量没有那么多了，他可能今天可能就会用光了。虽然物资真侪，不过嘛是有民众被走一抓。物资站的志工私底下讲，亲像卫生纸、洗碗巾含洗身躯的，即马拢无地摕。卫生纸嘛无，就算是要向其他物资站调货嘛调无，因为民众真熬用，就含光复救灾的志工英雄嘛拢会用到。现在中央宣布呢要来停收物资，那么现场志工表示，他们目前暂时还没有接受到这样的资讯。如果说民众载物资来，他们还是会帮民众收下，不要让他们白跑一趟。各地爱心以未来光复乡，不过嘛提醒民众关键前会当先问物资站要个欠啥，较袂伤济好意，煞增加志工的困扰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